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16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地神宫392周年圣诞，台南地神宫祖庙依照惯例，伫咧诞辰这一天举办祭典，并邀请来自漳州以及马来西亚的地水宗亲来台湾，做伙祭拜延平王，并为地神宫刻入铜像作为纪念。3、2、1，请揭幕！地神宫祖庙延平地神宫392周年圣诞大典。台南市地神宫祖庙为2002年开始，每一当圣诞日拢会举办秋祭。今年的祭典，庙方邀请市长赖清德、代理议长郭信良、议员翁玉芳、陈怡珍以及海外地市宗亲做伙来祭拜延平郡王地神宫。今年的重点是伫庙前插入铜像，感念地神宫对台南的贡献，表达敬意。地神宫延平郡王的这个祭典吼，这因讲是国家大事啦，国家大事。因为延平郡王另外一个名称吼，我伫北部做囡仔的时阵，我拢叫开台圣王，开台圣王。那么伊的对台湾的贡献吼，主要有几项。第一就是奠定台湾发展的基础，脱贫政策，而且呢，将人民刷来这个所在，甲荷兰甲请走，所以奠定台湾本身主体性发展的基础啦，那第二呢，就是讲伊伫成功伫大航海时代，所以伊有具备迄款冒险泛滥的开拓精神，同时呢，也有大航海时代那种国际观啦，这种深深影响着当时台湾人民，甲迄个时阵整体发展的方向，这对台湾来讲，这拢是真价值的这个精神，所以比较特别向延平郡王表示敬意。这个塑像是台南雕刻大师陈启春以木雕为原型。经过精雕细作，搁在铸成铜像，展现出地神宫的英雄风采，是一件难得的美术作品。另外，庙方表示，对近来转型正义、对地神宫的正义表达一说。现今社会对历史人物好甲歹的评价，拢应该爱尊重，也欢迎大家前来参观铜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原住民向地神宫讨公道，引发被地神宫托梦的镇门宫14号特别举办道歉法会。原本想讲代志会当圆满，毋过无想到原住民团体上午煞出面指控庙方整个仪式根本无尊重因的信仰，是咧消费原住民，表达抗议。因所需要的是历史的真相。原本这场地神宫托梦由镇门宫代办向原住民道歉的法会是反省是好意，不过不但无互地神宫甲原住民的恩怨排解，连倒引起争论。会中市原古木合照甲蔡友基以及这些原住民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因为这场法会对学总开始跳的舞步、敬酒方式甲法器等等，完全毋是用原住民的方式去做。根本不了解因的信仰，表达严正抗议。要有祭坛嘛，然后那个槟榔放着才去滴酒嘛，也拢酒黑白滴伫涂骹嘛，而且呢，阮拢在喷酒嘛，这阮其他普通人知，阮咧拜祖灵的时阵，一定拢在嘴巴里面喊米酒去喷嘛，去喷前面喷后面嘛，拢无嘛，所以另外他拿的东西也都是不对的嘛，阮的法器摕伫手里的啦，就是神职人员你摕伫手内底的物件，一定是阮咧讲的敌人。泽兰敌人不就是上面甘蔗叶，其他原住民其实也都是手里面拿的是五节芒这一些的法器，不会拿那个香蕉叶，还刻意用那个棍子去把它撑起来哦，很奇怪。那么不会压减吗？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啦哈。那我们也提示那个镇门公也提示镇门公，就是说提醒他
这个相关的道歉仪式要非常的小心但是很遗憾的是，在他们就是这个礼拜日1、2，他们道歉的仪式请来了高雄一个叫无极凤慈宫我们知道说无极凤慈宫、树凤慈宫嘛无极凤慈宫，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不良记录了就是假借原住民的什么神明啊或什么的，然后就用了非常离谱的一些仪式那他这一次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而且是非常歧视的做法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段宏芬老师这边，他会再进一步说明，而且也会播放当天的影片。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感到非常的羞辱。面对原住民部落的代表大动主动出面，甚至不满对方表示已经迎接阿里做进地成功庙，就表示和解，根本无间沟通，所以要求不是道歉，就希望还原历史真相。对此，地门宫主委林中明接受电话访问，假话冤枉。表示3天花费开了6万块，全部拢是家己出钱，就是有心和解，无想要制造争端。如果无周全的所在，愿意改进，希望和台湾人团结。电新闻军及王子豪采访报道。旧鱼市场拆除的事件引起济关心。市府伫咧15号，为着要互社会了解市场建筑物的状况，避免误解，暂时停止了拆除的作业。而且伫咧近期内，由秘书长调集各单位，甲关心鱼市场的市民以及团体展开对话。市府伫咧16号下午也特别召开记者会，针对旧鱼市场的现况做详细说明。台南旧鱼市场到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现在却因为中国城运河新转地区都市计划连连拆除，引起部分文化界以及公民团体不满。对此，文化局表示，经过中西区建物列册审查，该建筑的原貌已经遭受大量破坏甲改变，降低建物本身的真实甲完整性，欠缺明确的文化资产价值，所以决定拆除。以目前它的现况，当然因为已经有局部拆除了，这个是还没有尽数拆除前的一个样貌。它的屋顶已经是用铁皮屋盖成了过去的这种形式已经不见了，然后在南侧的这个外墙的部分，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加建。那当然，这样子的加建其实经过了非常多的时期，做过不同的一个加建，有的是属于比较不可逆性的加建的方式所以这个部分的面貌其实改变了相当的多。面对无支持拆除的声音，市府目前采取暂缓拆除的动作。对此，秘书长强调，近期内将会邀集关心的公民甲团体做伙展开对话，讨论鱼市场的后一步。因为各界对这一栋这个仓库非常的市场非常的关注所以市府也已经决定在昨天决定暂缓拆除那么那也开始筹备来跟跟关心的这些市民或是团体大家来展开对话沟通那对这一栋这个市场的部分的这个去留或者是未来怎么样的保存我想我们会经过这个沟通来大家凝聚共识，或是有找到更好的这些创意的这个做法。大概目前的是这样的一个。现在鱼市场厝顶铁皮的部分已经被拆除，木质的结构部分有可能因为遭受南雨来受到破坏。市府答应会先评估结构安全性，以采取相关保护方式，并强调建筑物无排除异地保留，也就是重建，甚至是原地保留的可能性。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每一档的中元节，树顶武庙甲国泰人寿拢会联合普渡。今年也准备了济白米，要送予绿色团体，以实际帮助来做功德。农历7月13号中元节，台湾树顶武庙拢会举办普渡大典，并且将每一档的普渡米捐赠予绿色团体。今年庙方也准备12000公斤的白米，捐予随后一地良心。华山创世基金会等10个社福团体。这个一年一度的普渡，阮武庙是这个正月13号因为咱这个
徛即个收入拢是即个新疆管的，即摆就是咱即个有哪用哦，即个自强户，阮即个葡萄米的时阵吼，有2部分，一部分是阮苗林管哦，即个总低收入户，差不多12000公斤，互10个团体吼，分互10个团体。另外即个国泰人寿，伊也有差不多3万公斤，互咱台南市的总体收入。国泰人寿每一档拢会参与4点5米的普渡积福法会，今年也准备了将近3万公斤的白米，伫个普渡过后，全部捐予社会局做分配，帮助社会上弱势家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现代人环保意识抬头，佮加上政府的宣导，即马烧纸钱的量甲比例是大大减少。加上来自大陆的纸钱价少较俗，也互台湾在地做纸钱的工厂愈来愈少。一间伫咧宁德的纸钱工厂，制作量比以往减少了7成至8成，互业者相当无奈，也互人见证着一个产业的渐渐消失。这台印纸钱的机器虽然持续咧运作，不过比起民国80年迄当阵是减少了7、8成的产量。业者表示，以往大日的时阵，除了无法度休假以外，甚至搁爱加班到半暝才当应付需求。不过现在一礼拜制作的时间只剩无几点钟，落差真大。本来就是伊根本伊要用安尼，根本阮的迄个个大部分差不多拢死路一条就对啦，免做啊。对无？因为即摆人伊叫人减少，第一减少，第二个即摆个也无啥伫迄个个啊，爱个拜拜钱你要偌济？签的，签的就遮个钱，伊搁要救这一寡迄个个迄，对无？是毋是遮个纸料都拢无啊？无人烧，无人迄个个迄啊？毋是阮生理都拢歹去啊？除了是因为这零减碳的环保理念渐渐被社会重视的关系，再加上大陆工钱低、纸张成本俗，所以互台湾生产的纸钱伫市场上更加受到打击。都有较俗，进口有较俗，进口张数无几张啊。为虾米？较高吗？嘿啊，伊也无迄个个无几张啊。我就感觉摕我的样品来看，我这拢足白，我这拢足白啊！伊个下骹一个一支较侪10几张，一捆都无100张的。伫社会环保意识抬头，再加上政府推行的纸钱集中式甲以工代金的政策之下，也连带着互制作纸钱的产业受到冲击，而且渐渐消失。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着互较侪人欣赏画家小苏锦的传统彩绘艺术，信源文化基金会特别展出伊历年来的创作甲新的作品，其中有运用国画、油画、胶彩等各种媒材，拢总有相当精彩。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欣赏。自细汉就介画图真有天分的小苏锦，20当前开始投入艺术创作世界，不管山水人物拢有。尤其女性角度来创作仕女图，更当凸显女性的特质甲优势。而且3年前因为心境的转变，更专心从事观音佛像的彩画，希望慈悲庄严的观音会当教化人心，互人平静。
小时候就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嘛，然后可能就喜欢看戏哦，所以那时候都是画四笔画。然后到了大概20年前，就是一个机缘，也是一个梦境之下，所以就接触到画观音、画佛像。就关于它特色画出来是要给人感受什么样？感受就是会让我们的心灵程度是欢喜心。像我本身在画的时候，我也都是欢喜心在画。所以怎么去揣摩它？在那段时间，我特别花一点心力去研究那个观世音菩萨的画像。这摆画家肖淑珍应成员文化基金会邀请，嘛展出20把有钢笔、有写意、有水墨等多媒材作品。其中胶彩部分更是高工，除了有3000本胶，也有蛤蟆壳所画成的原料来创作。这幅画是胶彩画，然后我背景是用我学理南派当背景，后面它是一个山水，然后前面这是早期的作品，然后我用的是胶彩画，胶彩原料。原料什么是哪些比较特别的？它就是说，比如说它有一种，比如说我现在用那个绢布去表达，它有一种朦胧美，然后用胶彩的原料，它就比较会有。像这种就有一点鼓舞的感觉，那白色的部分它就会比较轻柔的感觉。该展览一直到10月16号，只要拜6礼拜，其他是初15拢有开放，欢迎市民朋友前往中亚街修订园景乐边的展览馆来参观。电新闻编辑王子豪采访报道。看到它以后，然后进。宝可梦的热调，除了引发各地热播的冷调，连制作法国式马卡龙的王淑玲老师嘛对流行。设计成高水的神奇宝贝球，除了要给学员免费品尝，还会当看水留做纪念，吸引较侪人有兴趣来学习烘焙。对3日前第一摆伫马卡龙顶面创作台湾各党派党徽开始，林达老师应学生甲朋友要求，都要定期接受挑战，包括为了凸显红册顶的盒子所运用的竹炭马卡龙，一直到最近上界流行的神奇宝贝球，拢成为伊创作的主题，相当卡哇伊。不过伫古锥吸引人的背后，其实为了完整营造裙边甲汤酸的效果，用低温来烘是需要付出差不多有3成的高失败率。不过老师强调，就是自我挑战。客制化一些纪念品，比如说贵宾狗啦、open 奖啦，这些都是蛮可爱的。其实它的难度也蛮高的。对，其实做一些难度更高的，就是说让自己可以越来越进步。这样子的话。跟学生们互动的，学生们也可以再自我挑战一下。对车受在嘅应有包装设计专长，一直到自认为导致烘焙不归路。林达老师透过创意的马卡龙，就希望吸引更加侪学生有兴趣来学习。其实我是想说哈，配合一些时尚流行的趋势，还有现在一些年轻人喜好的一些事物，来。联想一些东西，自我挑战一下，是。反应怎么样？学员的反应？哦，大家都很热烈。是。人讲办事去偷懒，当然要做马卡龙，嘛是需要累积一定的烘焙基础，并不是这么简单。但新闻编辑王子豪采访报道。新台病院创立的高龄友善病房，秉持急性医疗照护、活动功能维持、甲心智功能维持这3大原则，营造简单的无障碍环境以及运动复健区，由跨专业的照护团队来提供协助，希望帮助老大年人会当恢复原本应该爱有的生活品质。老大人随着年岁变大，身体功能退化，一旦因为疾病必须倒伫眠床以后，真容易互肌肉渐渐无力，最后影响活动的能力。为着让老大人会当重新找回原本的生活品质，新来病院特别成立高龄友善病房，由包括营养师、社工师、物理治疗师等组成跨专业的照护团队，来提供老大人在认知、情绪、生活功能上的协助。
我们也会发现说，因为我们的高龄长者，他其实住院哈，他其实不是只有疾病的问题，他会合并，比如说他的认知功能会影响。会啦哈，而且他的那个肢体会软，就是比较无力。但是我们透过就是跨专业团队的一个评估跟照顾之后，其实是他是可以进步的，然后避免他再重复入院，或者是说他的功能可以维持，那比较有机会回到社区，而不是回到机构。甲长期照护机构无同的所在是，高龄友善病房的功能，除了提供急性疾病的治疗以外，也协助病人恢复原有的生活功能。但长期照护机构也则是安养院，主要也是以老大人的生活照顾为主。安养机构跟我们奇医院高龄最大的不同是，以成大医院来讲，它还是以急性照护为主，但是我们还去接轨社区的部分。好，就是说，它急性的照护，就是说，我们除了疾病照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各方面功能的维持之外，我们也去看到它长期照护的一个需求。那如果是安养机构或者是说养护中心的话，它主要是照护需求比较多，医疗照护比较少。好，就是说。它是主要是一些日常功能的协助，所以它是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台湾唯一的高龄友善病房奇医院内部空间营造参像伫厝内同款，并且提供无障碍环境甲活动空间，包括有怀具、岁月走廊、简单的运动复健区等等，减少病人身体甲认知功能的退化。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多云，有时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8度至31度，落雨几率60%，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8月16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